迄个苏拉航太是往香港、澳门的方向去，结果这个桃园机场飞香港、澳门的班机嘛受到影响，真侪旅客延误着行程。来听一段民众的访问。 因为我们是1点多的飞机啊，现在要到印度啊，现在整个行程都搞乱了。哦，所以是转机的。对。哇，那这样都要几乎都延到明天呢，吼。明天台湾也有台风啊，那边台风也不见得会取消啊，会整个没啦。所以现在就是整个大乱。 有旅行团要去印度到香港来转机，即摆行程被拍乱，只好先伫咧桃园机场来等消息。啊，即摆嘛正惊讲，明仔载台湾阁互海葵风台来影响到班机，阁有变动。啊，今仔日下晡到香港、澳门深圳的班机，大多数拢已经取消了，少部分是更改着起飞的时间。旅客出发进前都要注意航班的消息。 Hello， 我是冯维之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